皇后哥哥，請代我家姑娘報門啊！報個名來。請報說，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霍小玉登門叩見啊！姑娘少待。多煩了。啟稟爺爺，門外有女子報門。哪個女子報門？報洛陽郡主霍王女七品漁人狀元妻霍小玉拜門。霍小玉敢找上門來？好，成日十王不在，將此煙花傳見，將佢活活嚟打死，以泄我心頭之恨啊！有此種舉理由。一陣霍小玉佢行上中堂，你哋堅影就要打，堅人也要打，你將佢打！唔換錢，將此女子傳上堂來。知道。轉來。此女說道：霍王之女，狀元之妻，佢如何打扮？回報爺爺，我家女子報門之時，頭戴白花冠，身穿紫繡袍。朝廷有例，不能攀搭身穿紫繡之人嘅。霍小玉佢至少淪落風塵啊，不懂朝規噶。到底佢受了何人指示啦？滿子，你出外覆他，說到爺爺不見客啊！我即時吩咐樂師奏上鸞鳳和鳴一曲。但凡女子啊，心胸狹窄嘅，佢聞聽此曲，哪有過門不入之理啊？佢入門之時，我就落佢一個闖籍嘅罪名，先衰其官，後虛其望，也是一般，死在無情。以計行事。知道。恩師，堂前欲把我糟看護，實浪靈以命的來填。人來，把參軍綁起。何以入報多時，尚未有回還呢？太尉爺有女於歸之日，李參軍入罪成龍之時，唐賊繳回爺爺再不見啦。太尉爺爺有女於歸之日，李參軍入罪成龍之時。文章落口鳳凰宴，還來白羽出心切，書到風華凌亂，落花甜言，女子有愛心眼切，那敢他今朝見年年月月，依戀伴郎年，自穿風，衝破了花籠找兒。姑娘，當日姑爺西出陽關，險勝命決，今日你踏入後門，便有重生之日。姑娘，好色狂夫四力士，身無可賣，頭溫暖，家有蒼蒼白花葉，黃金的桃葉。正是苦命親娘霍並兒，我哋兩人都同是風前族咯。換晒，你歸去為我侍奉親娘，不枉我一場待你啦。你同我話俾我阿媽知，你話小玉一生做人都唔肯響人跟前認錯嘅，但係今日
我知錯啦。你話破交有連成玉，去到佢死後思慕，定下詞。姑娘，你唔好開車，姑娘，千祈唔好開咧，開車啊！不待通傳尋聲下見。啊！嘅族僕，基見霍王有女啊，再次檢閱長安姻緣冊，亦未見狀元有妻啊！你啊，是姓葉方一名嘅歌妓，你今日闖籍嘅罪名，當知道難逃赦免。老大人，霍王之女不在族譜，而在於天動人心。李霍之婚不注於姻緣冊，而注於三生石上。究竟霍小玉是狀元妻，抑或是章台樓？你何必翻檢姻緣報冊呢？你可問一問堂中嗰位李狀元。因是我有3隻烏斯蘭盟心絲為證，小玉你俾佢睇下啦。老大人，倘不嫌兒女私情有污清鑑，請按3尺盟絲情如日月啊！呸！牛欄狗合時，我都不屑觀看啊！利益啊利益，論理應愛取瓊枝，何以你偏偏亂此并湖輕戰？老大人，你位列3台得龍望重，此兵妄加呢啲輕賤之言於呢啲婦道之人噃。想霍小玉世史連財，有望夫食不渝之心，破產合差又懷清台遺囑之意。我想太尉千金都自當詩書飽讀啦，寧不問有悲木俾你真夫別愛，豈莫疲於你此世龍權。好，你既要真回實亡啊，我要佢宣上金鑾，然後再發長糧還你啦。因是，我利益死何足惜呢？我願承認反唐之罪，但求你把我親娘赦免啫。阿十郎，老夫有包庇心，人無成全意啫。你想你阿媽榮華富貴啊，就抑或想你阿媽做刀頭之鬼啊？你問一問霍小玉啦，因為佢有生殺之權。